11.2嘅溫習啦，咁就11.1先啦。必須要清楚啦，運動其實咧就喺科學嘅層面就係講佢距離、時間同埋速率。咁呢三者嘅關係咧，就一定係同呢條公式有關係啦。公式測驗考試係唔會俾嘅。咁所以你記住，距離除時間就係個平均速率，亦都要留意翻個單位啦。距離嘅單位咧，我哋通常會用米啦，時間就會用秒啦。所以個平均速率咧就會用 ms-1 咧去表示嘅。咁我當然啦，有數要計啦，咁就你照擺翻位，但計數機計就冇問題㗎啦。咁我特別要提嘅呢個部分超級重點啦，就係距離時間嘅關係圖。咁你必須要識畫幅圖，用啱比例，幅圖要畫翻嗰個嘅標題啦，兩條軸要講得仔細清楚啦，同埋畫得直線，要唔可以係曲線嚟嘅。咁就呢度就有一個例子。咁咧記住有個標題啦。咁我上堂做過唔特別講啦。咁有個 Y 軸就係講距離啦，記住時間一定係喺 X 軸嘅。咁同樣地啦，你必須要咧就係寫翻佢本身嗰個方位啦，括住佢啦。咁另外咧，按比例地畫翻呢一啲嘅間距。咁至於你嗰個數據嘅點咧，你必須要打個交叉喺嗰個點上面。咁然之後就將啲點用直線聯繫。咁呢個就係你需要識嘅畫呢個距離時間嘅關係圖啦。咁當然啦，我哋亦都要知道嗰個關係圖咧，其實你點樣睇一啲數據？如果我俾幅圖你咧，例如佢喺第15秒嘅時候，佢喐咗幾多距離咧，你就動15秒過嚟就睇翻究竟佢行咗幾多距離。又或者調轉，我俾一個距離你，你要揾翻佢喺咩時間去到呢一個距離。咁當然啦，呢一個線嘅我哋所謂嘅叫斜率咧，就可以揾得翻佢本身嗰個嘅物件嘅速率啦。咁再三提醒咧，就係如果佢條線咧係打平線咁樣嘅，咁即係代表佢靜止唔喐。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學識點樣可以將嗰個距離時間圖咧用文字去表達翻佢啦。好啦，咁就呢個亦都提咗有啲位嘅，譬如嗰個斜率越斜嘅話咧，即係代表佢嗰個速率咧係越大嘅，一嗰個咧就大過二嗰個嘅。咁呢個就係11.1裡面要處理嘅地方啦。另外點樣描述嗰幅圖？OK，包括佢靜止唔喐啦，固定速率喐啦，咁就係一個直線啦。平線就係一個靜止唔喐嘅情況，喐得快啲就斜啲，喐得慢啲就冇咁斜。咁就後面啦，再睇一樣嘢就叫勻速運動同埋非勻速運動。咁必須要知道佢哋嘅定義係啲乜。咁實驗我哋就唔講佢啦，我哋主要講咧咩叫勻速運動咧，就係物體不變速率，固定方向移動，兩樣嘢都需要嘅，就係代表勻速運動。例如扶手電梯。另外一個情況就叫做非勻速運動咧，即係代表佢物體嘅速率或者個方向有改變嘅。咁我講過啦，呢一個活動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去叫大家描述一啲勻速同埋非勻速運動嘅一啲方法。咁主要睇呢啲位置啦。咁另外下一個部分講力啦。咁力有個概念啦。咁嗰個概念係啲咩咧？基本上我哋會分咗佢做兩種，一種叫拉，一種叫做推。咁而我哋咧就會用一個箭嘴嘅方向咧去描述咧嗰個力施加嘅方向同埋佢嘅力度嘅。如果嗰個力係大啲嘅話咧，佢個箭嘴就會大啲；如果佢個力係細啲嘅話咧，個箭嘴咧就會細啲。用長短嘅方式去講。咁就另外力有啲咩影響咧？咁之前都講過啦，呢個表現都係緊要嘅。就係力可以將一個物體由唔喐變喐啦，或者由喐變唔喐啦，或者將佢喐得快啲或者慢啲，或者將佢改變個方向。咁呢度有一堆唔同嘅例子啦。咁但係主要針對就係你要知道個力施加在一個物件度嘅時候，佢會帶嚟嘅一啲影響。好，後邊咁
咁就頭先都強調咗呢幾個重點㗎啦，就包括改變速率或者改變移動嘅方向，呢啲都一定要知道嘅嘢嚟嘅。好啦，咁我哋講個力啦，你點樣可以量度到個力咧？咁有兩種嘅方法嘅，第一種最簡單叫達網稱。咁咧量度力嗰個單位咧叫做牛頓啦，英文咧就係、符號就係、大家 N。咁咧呢一個達網稱咧就可以度到嗰個拉嘅力。咁但係如果我哋推嘅力，咁我哋點樣度咧？就用唔到達網稱，我哋就要用一個叫力感應器同埋數據收集儀。咁就下低咧就講嗰個達網稱你拉長嘅力同嗰個彈弓拉長嘅距離嘅關係啦。咁好明顯呢個關係就係一個正比嘅關係。如果你拉嘅力越大咧，你伸延到嗰個達網稱嗰個彈弓嘅長度就會越長。咁呢個就係佢哋正比嘅一個關係啦。咁最緊要知道嘅係咩咧？嗰嘅力點樣量度啦？用咩方式度啦？有個單位係牛頓啦，英文咧就係 Newton，或者我哋用一個大家 N 去表示。咁我知道點樣量度個力啦，知道個單位啦，知道埋咧佢有啲咩特色啦。OK，咁力可以分為接觸或者非接觸力。顧名思義，接觸即係大家掂得到施加嘅力咧，我哋就叫接觸力。例如摩擦力。有啲咩係非接觸力咧？例如磁力或者重力。咁啊，當然重力我哋喺11.3呢個課題會再詳細講啦。咁就呢度就講一個非接觸力咧，就係講磁石嗰個情況。咁我唔特別再提啦。咁啊，有啲咩接觸力嘅例子咧？呢一堆例子啦，舉啞鈴啦、拉嘅狗啦，或者你坐喺梳化度啦，咁有個力托住你嘅支撐咧。咁呢啲都係啲接觸力。咁啊，非接觸力包括咗頭先講過嘅磁力啦，或者咧重力啦。留心啲箭嘴咧，都係講緊佢個方向同埋佢個力嘅大小嘅。咁所以力咧，我哋主要可以分為接觸力同埋非接觸力。咁啊，另外啦，最後一個部分力可以分為平衡同埋不平衡力嘅。咁就例如啦，平衡力嘅意思就即係好似呢個打籃球嘅情況啦。或者你推一張台，推唔喐佢，你推嘅力同個摩擦力咧係均等數值，但係相反方向，咁所以張台就唔喐啦。咁我哋要顯示佢係平衡定不平衡咧，我哋就會畫一個叫孤物立體圖。咁現階段我哋唔會好詳細去教啦。咁主要就係講嗰個紙袋究竟佢承受緊啲咩力咧？有個人拉住佢啦，同埋佢本身有一個重力。只要佢喺地球上面都會有重力嘅存在。咁啊，呢個上堂都講過，唔特別提啦。咁平衡同不平衡力會引致到咩情況咧？就係下低，如果大家施加嘅力係一樣嘅話咧，而相反方向咧，嗰個車其實就會唔喐嘅。等於嘅時候，其實佢就唔會有任何運動啦。好啦，如果我用多啲嘅人去拉，但係另外一邊施加翻同樣嘅力咧，其實你會發覺架車都係唔喐嘅。唔喐即係代表咧，右邊加埋力嘅總和咧係等於翻左邊施加嘅力。另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咧我有一個裝置啦，同樣地畫一個距離時間嘅圖，我哋用一個儀器去度嘅話咧，嗰個直線，直線代表佢係勻速運動，即係佢冇任何加速或者減速。咁所以咧，最後我哋衍生咗一個結論係咩？就係、如果佢係一個平衡嘅力嘅話咧，嗰、個物體咧基本上就係會靜止唔喐嘅。如果你個力施加落去平衡嘅話，咁當然後面我哋就會再講，就係如果佢用喺一個物件上面，好似頭先第二個部分嘅實驗咧，個物體嘅速率同方向都係保持不變。如果個力係平衡嘅話，咁如果你不平衡嘅時候咧，右邊嘅力大過左邊嘅力咧，佢就會由唔喐變咗做喐啦，或者佢會本身係右邊喐，佢會喐得再大啲。咁呢個就係不平衡力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咁啊，換句説話講咧，如果你做一個總結係咩咧？就係、平衡力會保持嗰個物件唔喐啦，或者佢會係一個勻速運動嘅狀態，即係佢 keep 住一個方向均速咁移動。如果佢不平衡力嘅話咧，佢就會改變嗰個物體嘅運動，包括你改變咗個物體移動嘅方向，或者佢加速或者減速。咁呢個就係11.2講嘅一